乙巳辞旧岁，骏马踏春来。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在这万家团聚、喜气洋洋的新年到来之际，我们欢聚一堂，共同来聆听国风戏采团聚华章民族交响音乐会。首先呢，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是今晚的主持人乐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伟，非常高兴能够和大家在此欢聚一堂。大家好。朋友们，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呀，我们首先呢有请几位贵宾上台，把团聚的祝福和新年的祝福来送给我们。首先呢，我们来有请主办方美国梅拉诺文化演艺执行总监、音乐会的总导演索菲，同时还有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文化参赞王太鈺，以及美国国会议员赵美心女士。有请3位上台，有请。团聚迎新春，国风换新彩。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各位侨领、各位民选官员，尊敬的赵美心女士，尊敬的王太鈺参赞，大家晚上好。在这个团聚的美好时刻，我们共同迎来了团聚2026国风戏采新年新春民族交响音乐会。作为本次音乐会的总导演，我仅代表音乐会的组委会，对各位的出席以及长期以来支持我们在海外传承推广中华文化的各位的支持，表示最由衷的感谢。团聚是这场音乐会的名字，我们希望通过以这样的形式，能够把来自五湖四海的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乡音、乡情以及不同的文化团聚在一起。这是一场温暖而有力量的团聚，希望团聚音乐会能够让我们在海外的华人华侨们彼此守望相助，在艺术的回响中不断前行。团聚不只是在今夜，国风在，团聚就在。谢谢大家。各位贵宾，大家好。Happy New Year, everybody. I'm Congressmember Judy Chu, and I'm excited to join the Murano Cultural Performances for the 7th New Year concert. I want to thank your President, George Lee, and all your co-organizers for making this event possible. Today's concert is truly special because not only are we celebrating the start of 2026, but Murano wanted to host this concert to pave the way for the Lunar New Year next month. And of course, this will be the time of the Year of the Horse. This holds special significance because the horse symbolizes strength, freedom, and an unstoppable, ever-moving life force. And tonight's concert is an amazing way to launch the new year. For the past 10 years, Murano Culture Performances have been dedicated to preserving and promoting Chinese traditional music and opera. And there have been a series of concerts that celebrate Chinese culture and musical heritage, including the Mid-Autumn Festival Concert and the 8th U.S. Legacy International Art Festival. And this evening, the fabulous performers will showcase 20 Chinese pieces through a rich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instruments, orchestral arrangements, highlighting the cultural diversity in our community. So congratulations to everybody who is involved in this year's New Year's concert. The arts truly transcends all boundaries, so thank you for enriching our community. Happy New Year. And I have certificates of congressional recognition. Actually, I have them for the conductor and the artist, but I know that they are performing. So what we will do for convenience is to present one certificate right now to Murano Cultural Performances for the 7th New Year concert. Congratulations.
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来参加今晚的音乐会，也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今晚的音乐会。我关注这场音乐会很久了，我关注到这场音乐会几乎汇聚了洛杉矶有名的艺术家们，而且还从中国和日本请来了许多的艺术家，特别是请到了中国音乐学院原国乐系主任、中国著名的二胡演奏家张尊莲教授。强大的阵容保证了本场音乐会的艺术质量。我也关注到，艺术家们已经排练了1个多月了，他们在理应的所谓的排练场里边，一丝不苟、认认真真的排练，就是为了给广大的观众献上一场精美的艺术大餐。梅拉诺文化演艺多年来一直坚持在这样一个时刻举办一场音乐会，用音乐和戏曲的形式，和大家一起庆祝中国的春节。这不仅慰藉了我们在海外打拼的广大海外华人的心灵，同时也是对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而且通过这样一场音乐会，也可以让其他族裔的人更多的了解我们，从而促进中美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友谊。祝本晚的音乐会圆满成功，马年将至，也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万事如意，马到成功。谢谢大家。谢谢王太，谢谢。那我们现在就有请我们的赵美心博士以及王参赞一起就座，谢谢。英龙传媒的董事长苏维涛先生上台致辞。尊敬的赵美心国会议员，尊敬的王太鈺参赞、陈领事，还有尊敬的我们各位侨领，还有各位民选官员，还有在座的各位贵宾，大家晚上好。我们英龙传媒非常荣幸，从梅拉诺第1次的活动、早期的活动一直到现在，一直有幸与我们的 Sophie 和 George 一起相伴。因为文化的传承对于我们下一代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能够传扬和传承我们本民族最优秀的文化，是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今天的美国，向各族裔传播我们的优秀文化，借此减少族裔之间的文化之间的差异和误会，进而来反对因为族群之间的这个不平等而造成的种族歧视，这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此祝福今天晚上的音乐会圆满成功。新年之际，也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喜乐平安。谢谢各位。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一些民选官员为我们送上新年的祝福。他们是加州众议员陈立德代表许成武，加州参议员 Sasha Renee Perez， 洛杉矶郡长代表吴中国， Rosemead 市市长 Sandra Amanta， 钻石巴士市长邓家佑。同时还有蒙特利公园市市长杨安利的代表林达坚，圣盖博士市议员丁延瑜，阿开利亚副市长王爱林，河套水区主席李敏妮，阿哈布拉联合学区的前主席黄兆启辰，有请。同时，我们也将邀请接受颁奖的各位艺术家们一起上台。请我们的贵宾往前一步，咱们往前一步走啊！请我们的贵宾来为大家送上新年的祝福。我就先从林市长这儿来，好吗？我们一个一个的来致辞。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再次来到 Rosemead High School 这个 Performance Center 来 support 我的好朋友 George 跟Sophie。那 George 你要赶紧出来哈，因为Sophie 跟 George 两位在洛杉矶是非常出名的粤剧。这个粤跟我们广东话的粤不一样。那我会听广东话的粤，但是这种话我听不懂。但是他的戏服、他的动作、他的走步差不多，所以我还是蛮爱的。虽然我
13岁离开，但是我还是愿意看广东的粤剧，但是现在也在学浙江的粤剧，这个吴越的越，大家都知道吗？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越，吴越，越国的西施嫁给吴王，你们忘了吗？对吧？因为西施漂亮，浙江人就像我们Sophie那么漂亮，嫁给吴王，吴王就不攻打越国，越国是浙江，吴国是江苏，所以他们都友好。所以现在我们今天来 celebrate 我们 Sophie George 以及那么多的 concert 朋友从全世界赶来，我觉得很荣幸。我也代表我们的现任市长 Elizabeth Yan， 今天她很忙，没有办法抽身，所以我说我来。那 Sophie， 请你来接受我们的市长的一个 certificate。有请 George， 有请 George 来接受。那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将从我这边有请咱们核桃水区的主席李敏妮来致辞。你好，大家好，这就是一个 brand new year。那我祝福大家马到成功，然后这个 performance very successful。Thank you。谢谢。对，我们是一个接一个这么来Yeah，you can make a speech. Good evening. Happy New Year, everyone. I'm Senator Sasha Renee Perez, and it's such an honor to be here with you all this evening. I represent the 25th Senate District, which includes the city of Rosemead here in this incredible high school, Rosemead High School, and it is such an honor to be standing here alongside so many incredible leaders this evening. I want to begin by first thanking George Lee from the Murano Cultural Performances for inviting me tonight. We're excited to join you this evening for this incredible concert. The theme of this year's concert, Reunion, feels especially meaningful for everyone whom friends and family are gathering here after being apart and celebrating holidays like Lunar New Year together. This is a really special time, and I just heard from folks that they have been prepping for over a month for this performance, so we're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their show. I'm wishing you all a very successful and incredible performance this evening, and want to thank you again for your commitment on encouraging cultural exchange through music. Have a very happy Lunar New Year and happy Year of the Horse. Thank you all. Thank you. Thank you.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洛杉矶郡长的代表吴中国先生致辞。大家晚安，谢谢你们的邀请，祝福大家新年快乐，今天晚演出成功，谢谢。来继续你好 ，Hello. Hello, my name is Sandra Armenta, and I'm the mayor of the city of Rosemead. Welcome to Rosemead. I want to thank George Lee for, again, choosing Rosemead to have this cultural experience. We embrace the diversity here in the city of Rosemead, and we welcome everybody in our city. So thank you so much, Mr. Lee, for always making sure that your performances... Oh, wait, there he is. Thank you. You're here always. Last time, a couple months ago, I was here as well. And again, it's so important to embrace everybody's cultures, everybody's art and performances. So thank you on behalf of the rest of the council, Polly Lowe, Mayor Pro Tem Polly Lowe, Councilmember Stephen Lee, Councilmember Sean Dang, Councilmember Margaret Clark, and myself. I do have certificates, but again, we're not only celebrating the New Year 2026, but also Lunar New Year, the year of the horse, which is energy, freedom. Yes, freedom. And moving forward, spirit of the horse, we're going to be moving forward, right? 2025 is behind us, 2026 is in front of us, and we're going to make a good year, aren't we? Yes, yes. So I do have certificates. Again, thank you so much for choosing the city of Rosemead, and Gung Hei Fai Choi.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有请阿卡迪亚市的副市长王爱玲女士致辞，有请。谢谢主持人。首先感谢大家的邀请，大家晚上好，新年快乐。
我要感谢 Sophie 和她的先生 George 在一起这么多年为大家带来我知道这场文化盛宴。其实他们远远不止做这个国风的音乐会，他们每一年做非常非常多的这种慈善活动，所以真的真心的感谢他们，也祝今天晚上所有的观众 enjoy 这个盛会。同时我要讲一下，说坐在我们第一排。今天没有上台的是我们 San Marino 3任市长孙国泰先生在这里，孙国泰先生，谢谢。好，谢谢。那继续，我们一个挨一个。哎呀，一起。One last thing, we would like to present on behalf of the California State Senate a certificate of recognition to Mr. George Lee. George, would you mind coming up here for a moment? In recognition of all of your contributions for putting together this event, we thank you and thank the community thanks you. We could get together for a photo. 谢谢。Congratulations。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由圣盖博的市议员，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丁彦瑜先生致辞。谢谢主持人哈。不好意思，因为我跟那个 George 和Sophie 哈，我们是老乡，我就讲两句上海话哈。这个谢谢伊拉，这个有搿能介个魄力，做了7年搿能介个 concert。OK， 这个新年哈，夜去有意义个活动哈。咁我看到伊拉，咁我呢也是伊拉去年子有表演个，因为表演里向呢，侪是老专业个，但是呢，我是勿够专业，所以今年呢，我没资格表演。我只好来了搿搭地方跟大家讲几句闲话了哈。不好意思啊，上海人要给我给个鼓掌啊。我再用国语讲一下，我说啊，这边后面的都是专业的演出，他们有上海来的，有日本来的，都有很多演员呢，这个很专业的。我去年呢有机会演出，作为合唱团的团员。但是呢，因为我的唱的太差了，今年呢他就不给我唱了，就看不到我了啊。那么真的是很高兴，他们有7年的这个 passion 去做这个这样的活动，有意的传播这个中华文化，包括我们上海文化在里面哈，江浙文化。那个所以祝他们哈，祝大家呢就是祝他们今天这马上演出成功，大家看了以后马上健康，谢谢。谢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加门巴尔市的市长邓家佑先生来致辞，有请。各位晚安，我是邓家佑，我是钻石坝的前市长，我刚卸任，但是我现在还是钻石坝的市议员。今天晚上非常高兴能够到美拉诺举办的这个新春音乐会，来一起迎新年啊！我觉得他们这个名字取得非常好，团聚就是用音乐把各个不同地方的人，有不同背景、不同专业的人都聚在一起，在这边一起庆祝，一起为对方祝福，互相祝福，一起感恩啊！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期待这个高水准的演奏，也希望大家新年快乐。在这里，我也有代表我们的钻石坝市来提供一些感谢状啊。我这边有好多感谢状给不同的艺术家们，但是我就先请George Lee 来代表。他们是别的艺术家的，谢谢。下面让我们有请加州众议员陈立德代表许成武先生致辞，有请。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许成武。今天很荣幸代表加州众议员陈立德先生，出席今天的晚会。在这里特别感谢 George， 感谢 Sophie， 多年来为我们社区提供了越来越好、越来越优美的音乐节目。同时也感谢所有的组织者以及所有的演职人员为这场这个晚会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这里呢，我代表陈立德先生预祝今天晚上的音乐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那下面我把 certificate 交给教授，对，交给教授。
好，感谢我们今天莅临到现场的民选官员和他们的代表，为我们本次的团聚音乐会送上了如此深情厚谊的祝福，而且还给我们身后优秀的艺术家们送来了贺状。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我们的民选官员还有我们的艺术家们一起，咱们来一个大合影。同样呢，我们也请现场的观众把你们的掌声、祝福的掌声送给我们的获奖的这些朋友们。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的民选官员，也谢谢我们的优秀的艺术家代表，谢谢你们。好，谢谢，请我们的贵宾落座，也请我们的艺术家准备。好的，谢谢我们的这些民选官员、贵宾，还有恭喜我们这些获奖的艺术家们。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要代表主办方来特别感谢一下今天呢同样来到我们现场的贵宾，他们分别是国际普贤行院的会长爱丽丝黄，以及香云故里的总裁王雪，尔湾指观会馆的董事长王总，浙江经贸联合会的会长马壮，美国飞虎队传播协会的主席于清，美国维康集团董事长李立流，中国风艺术协会的美华杂志，以及灵奇精社的杨碧会长，同时还有 ABC Depot Logistics 创办人许亚楠，东北总商会的会长陆霞，以及吉林商贸文化协会的会长孙伟，感谢几位的莅临。我们这次团聚音乐会的媒体主办方英龙传媒总裁苏总呢，同时也是今天的联合协办方，刚刚上台已经致辞了。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的是理事长江丰年。没错，同时呢，我们还要有请以下几位我们的社团代表上台，他们分别是美国华人社团联合会的理事长江丰年、执行长林连连，以及美国华人社团美国华人联合总会的荣誉主席熊文胜，美华联荣誉主席上海滩餐饮集团的总裁陆强先生。有请加州企业家联盟主席陈惠碧，大西北总商会理事长 Aaron 杨，全美浙江总商会执行会长陈兆端，北美高校联盟主席陈征，以及青岛总商会会长刘明先生上台为大家送上简单的祝福，有请。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新年好！我是陈征桑立成，代表北美高校联盟，祝福第7届团聚国风戏采演出圆满成功，也祝梅诺纳演艺集团一马当先，马到成功。我祝今天所有在场的各位，每人3000万，千万要健康，千万要发财，千万要开心。尊敬的各位观众、各位艺术家们、各位朋友，还有咱们中领馆的王参赞、陈领事，各位民选官员，大家晚上好。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马年大吉。今天呢很高兴参加这个国彩风韵第7届这个新春民族音乐会，我热烈祝贺这次音乐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好，我是林连连，美国华人社团联合会的执行长兼秘书长。今天的民族交响音乐会已经走过了7个年头，年年有精彩，岁岁有新意。祝贺今天的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谢谢。首先，我祝在座的每一位新年快乐，马到成功，身体健康。同时呢，也祝贺第7届民族交响音乐会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各位。各位晚上好，尊敬的王太鈺参赞，尊敬的苏远涛主席，感谢梅拉诺演艺集团把我们团聚在一起，欣赏这一餐音乐盛宴。过去的几年我都在表演，今天我作为一个观众坐在台下，我期待他们的精彩演出。大家好，我代表美国国色天香文化艺术联合会，我是张丽安。首先，我祝大家新年快乐，开开心心，心想事成，万事如意，马到成功。同时，我也衷心的祝福今天晚上的演出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领导、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美国东北总商会会长陆霞，今天非常高兴受邀来到这里与大家相聚。祝愿我们今晚的演唱会因爱而唱，因爱同行，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好，谢谢，说得太好了。谢谢各位，请就坐。请我们的贵宾落座，给我们送上了这么好的祝福，也祝你们新年快乐，马到成功。谢谢你们。锣鼓铿锵庆佳节，乐声飞扬贺新春。那今天呢，首先要为我们带来精彩表演的是美国民乐，是美国中华国乐团，它隶属于美国梅拉诺演艺集团，是洛杉矶极具代表性的民族管弦乐团。乐团深耕海外10余载，以乐为桥，搭建起中美文化交流的纽带。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这激昂的乐声中，共同来感受新年团聚的第一份喜悦。首先呢，请欣赏民族管弦乐《欢乐中国年》和《水乡情韵》。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东方歌舞团国家1级作曲指挥杨春林先生和我们乐团的首席李晓波先生，掌声有请，有请两位。
花开枝头。那一年的花情池旁留下太多愁。不要说谁是谁非，感情错与对，只想梦里与你一起再醉一回。金雀彩，玉扫同是你给我的礼物，一生与一曲几番轮回，为你歌舞。结盟关是你对我深深的思念，把我放下，愿为真爱温暖红颜。爱恨就在一瞬间，去配对于情丝甜。爱恨两茫茫，问君何时恋？菊花台到
在。
我觉得今天在。
牵了你的手，从此后我们风雨同路走。下雨了，我为你撑伞；衣服破了，你帮我缝上。一转眼就过了许多年，我的脸布满了沧桑，你的眼被皱纹写满，你的美依然在我心田。搀扶你的手到永久，相约今生会一起走。今生我们还没爱够，手也要站在一个山头。搀扶管他天不长地不久，别哭，因为有我把你守。有一天我们走不动了，另外一个时空在牵手。一转眼就过了许多年，我的脸布满了沧桑，你的脸被皱纹写满，你的美依然在我心田。搀扶你的手到永久，相约今生会一起走。今生我们还没爱够，来生还要与你相依相守。搀扶管他天不长地不久，别哭，因为有我把你守。有一天我们走不动了，另外一个时空在牵手。搀扶你的手到永久，相约今生会一起走。今生我们还没爱够，时候也要站在一个山头。搀扶管他天不长地不久，别哭，因为有我把你守。有一天我们走不动了，另外一个时空在牵手，另外一个时空在相守。
晚上好。天涯海角觅知音，觅呀觅知音。今晚在座的各位，不都是我们的知音吗？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的歌手波波，我叫林宝。很高兴今天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在洛杉矶演出，所以我把我人生的在洛杉矶的第一场献给了我们今晚团聚国风戏采2026新年新春民族交响音乐会，谢谢你们。我很幸运，我人生中遇到了一首原创的代表作。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我的一首代表作《上海谣》，送给你们。希望这首吴侬软语能够为在洛杉矶的华人华侨朋友们带来家乡的温暖。
下位置，赛军呢撞晕了，摔到台下位置。
往事，稍纵即逝。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艺术的盛宴中，今天的音乐会即将落下帷幕。今晚呢，我们在国乐和戏彩的交融中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新春之夜。朋友们，再次的感谢杨春林、李忠和、张昭、王倩4位指挥家的指导。同时呢，我们有请我们的另外的3位指挥家上来。同时呢，也感谢美国中华国乐团的倾情演奏，感谢海外合唱联盟及所有的歌唱家、表演艺术家的惊艳表演。同时呢，也感谢在场的各位贵宾的光临。同时呢，也要感谢我们台前幕后所有的工作人员为本次音乐会所做的亲情付出。今晚呢，我们因为音乐而相聚，这乐声呢也会化作美好的祝福，伴您度过一个团圆美满的2026年。